歡迎大家嚟到今個星期嘅大院有樂啦。咁啊，大院有樂咧都唞咗好幾個禮拜。咁啊，當然啊，老屋啊，就算有一日啊，即係唔做其他時事評論嘅節目啊，咁我都會一定會繼續堅持咧啊，將大院有樂咧就係延續落去嘅。因為由一個香港人去匯集翻係以前我哋嘅一啲嘅香港嘅故事啊、香港嘅歷史啊、一啲香港人嘅傳記啊。咁我諗嚇，即係嗰個嘅 credibility 啊，可信程度同埋嗰個嘅貼地嘅程度啊，再加上到喐嘅程度咧，咁啊，俾將來可能其他嚇，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嘅香港人咧嚇，聽到官方裏邊所講嘅一啲嘅香港歷史咧，啊，更加係準成，啊，更加咧就係嗰個嘅point of view 係以我哋香港人要去出發。咁今時今日，我哋都好知道啦，特區政府喺呢一個嘅中共嘅大力干預之下，説好中國故事。咁啊，當然曾經發生過喺我哋嘅香港裏邊嘅呢片土地嘅古仔咧，又或者喺香港裏邊出現過嘅歷史咧，都會咧朝住in favour to 即係對呢一個嘅中共有益有建設性嘅角度咧方向去出發。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啦。將來喺將香港政府官方或者係教育文化局嘅呢一個留低嘅一啲嘅歷史咧，只會咧就係幫中共咧就係塗脂抹粉將中共曾經喺香港裏邊對我哋嘅惡行對香港人嘅負面極度壞嘅影響嘅做法咧絕對會隻字不提而我哋好多喺今時今日出現嘅一啲嘅唔好嘅現象不利嘅現象咧。完全係由呢種中共嘅偏頗嘅做法或者係對佢哋有利嘅方向而忽略咗我哋香港人嘅着想啦，我哋嘅好處去出發嘅做事嘅政策咧，亦都係會咧係影響到我哋將來以後延續嘅一啲嘅故事。咁有見及此大院有樂咧就必定會繼續咧就係延續落去而且係會最真確甚至乎而家可能即係香港嘅官方逐漸將呢曾經記錄過喺香港裏面發生過一啲嘅故事同埋歷史咧，喺唔同嘅渠道咧就抹走包括我哋嘅傳媒啦、報章啦、圖書館啦、官方嘅一啲嘅渠道啦，咁只可以靠我哋嘅民間將我哋以前嘅香港故事咧準成地咁樣延續落去，將真實嘅呢一個嘅香港古仔咧流傳俾我哋嘅下一代，又或者對香港呢片土地曾經發生過嘅故事咧想有深入啲嘅了解咧，可以希望喺佢哋從我哋嘅渠道或者我哋嘅古仔，我哋流出落嚟嘅一啲嘅短片希望俾到佢哋有一定嘅印象同埋一啲嘅精確嘅資料流傳落去。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好有必要咧。有網友就係曾經同我講過，喂，鱷魚，你會唔會講即係當時6·7暴動期間啲土共係咁放菠蘿呢一段嘅殘忍嘅歷史咧？咁樣咁點解殘忍咧？因為當然就係無差別咁樣喺香港四周角落就放置一啲嘅土製炸彈。咁亦都係即係唔理你係英國人本地人。平民百姓差人官方嘅代表定係都好冇差別咁樣去針對咧，用呢一個嘅土製炸彈咧傷害同埋奪去佢哋嘅性命。咁呢啲就係絕對係恐怖分子嘅所作所為。咁但係當然今時今日即係我哋董建華上任做係香港首任嘅特區行政首長，都可以頒發大紫荊勳章俾呢啲插埋香港到處放菠蘿、放土製炸彈嘅一啲嘅土共分子楊光係嘛，鬥委會嘅呢一個嘅主席係嘛，可以俾到佢咧，即係幫佢平反，幫佢咧就係洗脫佢嘅罪名覺得佢哋當時做嘅呢啲咁嘅所謂嘅反英抗暴嘅罪行係正確同埋光明嘅。咁我哋更加要將真實嘅故事延續俾我哋嘅下一代，同埋對我哋香港歷史有興趣嘅一啲嘅朋友。咁頭先我講過一個字叫做反英抗暴。咁點解會有反英抗暴嘅呢一樣嘢咧？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係1841年開埠俾英國人就係統治然後就作為英國人嘅殖民地。引入咗好多西方嘅文化制度標準道德觀念各方面嘅嘢，咁已經係同中國有一個好大嘅一種嘅差距同埋一個嘅差別。
咁啊喺60年代末期嘅時候，咁啊毛澤東發動呢一個嘅文化大革命，咁啊當然搞到呢一個整體嘅中國大陸翻天覆地，係嘛？鬥嚟鬥去係嘛？即係你鬥我，我鬥你，新又鬥舊，後生又鬥老嘢係嘛？有學識又鬥呢啲嘅冇學識鬥地主咩都就攞嚟鬥啊！整個翻天覆地，整個國家基本上咧就係缺乏生產嘅動力嚇，人民陷入饑荒啊、貧窮啊當中。咁當然我哋香港嚇，即係作為華人嘅僅餘嘅一片嘅樂土，咁啊當然就即係令到嚇呢啲嘅中共分子就覺得因為英國人統治嘅地方應該都要就係反過啲英國人，反呢啲殖民者，要將佢咧就係令到我哋中國共產黨去管治啊咁樣。咁當然就係有一個好意識形態同埋喺嗰個嘅大時代裏邊咧，係佢哋嘅鬥爭嘅一個嘅目標啊。咁大家都如果有睇過 MHK 曾經幫大家製作過嘅一個叫6·7大事件嘅節目啦，咁都1年10幾集，我哋都有講到即係將當時嘅6·7年代呢一個嘅中共喺香港搞嘅一啲嘅政治運動希望反對一個殖民地嘅一個嘅管治嘅時候嘅歷史咧，咁曾經喺我哋呢個特輯裏邊咧就記載過。咁今次大院有落呢個特輯咧，我就希望可以1年4集，特別係針對喺土共曾經喺香港放置一啲嘅土製菠蘿或者係土製炸彈，令到香港人咧就係死傷無數嘅一段嘅往事。咁而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點解即係佢哋要發動呢一個嘅菠蘿戰呢？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曾經喺一個嘅北角清華街裏邊有一對小子弟咧，俾土共嘅土製炸彈咧炸死咗，而且死得非常之慘烈同埋恐怖。咁呢一段嘅往事，咁喺今時今日已經消失的檔案啦，係嘛？好多嘅一啲嘅資料亦都唔見有，可能僅餘嘅一啲嘅剪報，或者係當時曾經生活過嘅香港人仍然歷歷在目。咁將來或者不可見嘅未來裏邊嘅香港呢段嘅往事或同呢段嘅慘案呢，絕對就唔喺我哋嘅香港嘅教科書啦，我哋嘅媒體啦，甚至無咧連提都可能唔準你提都未定。頭先所講嘅一個反英抗暴，咁可以咧就係追溯去一個嘅1967年嘅4月。咁當時嘅呢一個嘅九龍嘅新蒲崗嘅工廠就有一啲嘅工人嘅運動。咁而喺呢個時期就正式值咧就係中國嘅文化大革命。咁香港嘅潛伏喺香港嘅一啲嘅土共分子咧，就借助呢一個嘅工潮咧，就係發動一啲係針對香港港英政府、殖民地政府統治者嘅一啲嘅運動。咁希望咧就係藉住呢啲嘅工潮咧，就係喚醒一啲嘅香港人，就覺得哎呀，你啲白皮豬、你啲殖民者、你啲歐洲人喺我哋中國人嘅地方裏邊咧，就係騎住我哋踢我哋個囉柚鞭我哋要反抗佢哋我哋無產階級萬歲，工人萬歲，我哋要將佢哋就係趕出香港。咁當時咧就係成立咗叫做鬥委會，咁而正佢哋嘅頭就係我哋頭先有所講嘅喺1997年即係董建華揸莊之後嘅香港裏邊咧攞到大紫荊勳章嘅一個嘅土共分子楊光。咁楊光嘅一啲個嘅主張就係話，我哋即係唔係淨係即係罷工罷課啦，我哋要行上街頭同港英嘅呢啲嘅白皮豬、黃皮狗呢啲嘅奴役我哋嘅殖民地抗爭，要同佢哋對着幹，要鬥死佢哋、鬥走佢哋、鬥臭佢哋，將佢鬥出香港咁樣。咁當然有一啲嘅傻仔戇居嘅人咧，就聽到佢嘅呢啲嘅老點咧，咁就即係當然就去上街啦。咁亦都有一連串嘅衝突啦，咁亦都係搞出咗一啲嘅人命傷亡咁樣。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出嚟搞亂嘅社會嘅治安即係影響到其他平民百姓嘅一個嘅安全。當時嘅港英殖民地政府嘅警察出嚟鎮壓你哋阻止你哋做呢種嘅暴行咁當然有一個嘅法律同埋嘅呢一個嘅合理性嘅呢一個嘅依據。咁但係當然大嘅左仔就唔係咁樣嘅睇法啦。咁就會覺得你哋嚟搞我哋即係嚟鎮壓我哋一定要反抗你哋啦咁樣。咁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聽到啦即係
中國成日都説好香港故事，將2019年就係叫做以暴制亂，係嘛？咁即係要鎮壓我哋啊！因為我哋搞亂檔啊，即係擾亂社會公安啊，咁然後有藉口咧就係出動軍警啊、速龍啊、水炮車啊，係嘛？胡椒噴霧啊、伸縮警棍啊、橡膠子彈啊、真槍實彈啊，咁樣即係將嗰啲嘅出嚟上街嘅市民咧就係平定佢哋嘅呢一種嘅抗議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喺中共頭先喺6-7年暴動嘅時候，佢哋就會覺得係港英政府鎮壓佢哋，所以佢哋咧就更加以極 extreme 嘅方法、極端嘅方法咧而反抗港英嘅呢一個嘅鎮壓。咁就其實就調轉咗嚟講，如果你唔係出嚟搞震，你唔係出嚟襲擊警察，你唔係出嚟搞事，你唔出嚟破壞，咁港英警察當年點解會出動防暴隊，係即係將佢哋鎮壓而搞到有死傷呢？咁究竟嗰個源頭喺邊度呢？咁佢當然唔會講，佢只會將即係將港英警察出嚟鎮壓佢哋驅趕佢哋射傷佢哋嘅時候呢，將佢講到為呢當時嘅英國殖民地嘅政府唔啱，所以佢哋有大條道理即係出嚟呢一個嘅搞呢一個嘅反動嘅嘅活動將呢一個嘅港英對我哋嘅呢一個嘅不公不平，我哋咧就以暴力頑抗佢哋，將啲白皮豬同埋黃皮狗懟冧殺盡，湯乾淨晒佢哋。咁就變咗係調翻轉頭嚟講咧，就係以佢哋嘅暴力去反抗鎮壓因為人哋鎮壓佢先，然後佢就去用暴力對待翻佢。咁其實就調轉咗嚟講嘅。咁如果你唔係出嚟搞震咧，咁即係當時嘅英國殖民地嘅差人咧就唔會出嚟鎮壓佢哋。咁佢就將佢調轉咗，佢哋鎮壓我哋，所以我以暴力咧就係反對佢哋。咁而當時咧就有一班嘅左仔咧就諗咗咧，就係你哋又有槍又有炮又有直升機又有軍人又有機關槍咁我哋攞咩同你打係嘛？我哋反抗你哋咧，我哋只可以咧就係用計謀即係用一樣嘢就係喚醒人民咧，就係走出嚟係嘛？我哋要針對你哋嘅呢一個嘅港英政府嘅呢一個嘅領導層要令到你哋咧就係減滅你哋嘅呢一個嘅威信。咁同埋咧我哋要呼籲更加多嘅人咧，就係去上街，咁更加我哋做嘅嘢出嚟咧，就係令到嗰啲反對我哋嗰啲嘅本地嘅右派咧，就係噤若寒蟬，鎮壓佢哋，等佢哋咧就係驚到唔出得聲。咁用咩好啊？用咩做法好啊？梗係用我哋嘅擅長嘅方法，就係整土製嘅炸彈，放喺香港嘅唔同嘅地方裏邊，然後咧就係爆炸，係嘛？咁搞到佢哋咧就係疲於奔命去揾炸彈、拆炸彈，係嘛？咁同埋咧就係會炸啲白皮豬、殺啲黃皮狗，咁等到佢哋咧就係傷亡慘重，咁達到我哋嘅呢一個嘅目的。咁所以咧就有呢種嘅主張嘅講法咧，就叫做菠蘿戰啊，就利用土製炸彈，或者我哋俗稱嘅叫做土製菠蘿。然後咧就係放喺香港唔同嘅地方裏邊咧，然後咧就係傷害當時嘅執法者啦、警務人員啦，甚至乎咧就係將一啲嘅無辜嘅平民咧嘅性命同埋佢哋嘅安全咧就置之於不顧。咁好啦，咁大家都可能會問啦，喂，點解叫做土製菠蘿咁樣？咁大家如果有睇翻一啲嘅二次世界大戰啊，或者係冷戰時期一啲嘅武器啊、兵器嘅encyclopedia 咧，咁你當然見到有啲嘅手榴彈咧，就好似一個嘅菠蘿咁樣一個嘅物體啊，咁所以咧炸彈咧某程度上咧，我哋成日用一個嘅俗稱咧，就叫做一個嘅菠蘿啦。咁食個菠蘿即係食個炸彈，就炸到你稀巴爛。咁而土製菠蘿咧就我哋土製嘅呢一個嘅方法，用一啲嘅炸藥用佢哋一啲嘅引線引爆佢哋咧，咁然後咧就令到咧就係造成市面上面一啲嘅平民嘅傷亡咁樣。咁我查過一啲嘅資料啦，咁當時咧有位嘅仁兄咧就係叫做金堯如，金係黃金嘅金，連根瑤嘅瑤，如意棒個如字，咁叫金堯如。咁金堯如呢位仁兄係咩嘅人嚟嘅咧？咁樣咁金堯如咧，其實佢就係中共咧左派派佢落嚟嘅即係作為一個嘅宣傳同埋統戰工作嘅一個嘅文人。咁當時佢亦都係一個嘅文匯報嘅一個總編輯，咁亦都以筆名叫做管建志咧，就係撰寫一啲嘅社論嘅。
咁啊，當然啊，即係佢淨係真正係唱好中共故事啦。咁啊，以左派嘅角度去評論香港嘅一啲嘅情況啊、事件啊咁樣嘅哇，好大風啊，係嘛啊啲秋風即係送爽。咁啊，評論一啲嘅情況啊咁樣啦。咁啊，而且咧，佢亦都咧就係喺6·7暴動呢一個嘅期間咧，係同一個嘅港澳嘅工委會就係緊密嘅合作，以引導嘅輿論咧，利用即係煽動香港當時一啲嘅勞動階層平民對於一個嘅香港殖民地嘅政府咧就係對着幹嘅。咁金堯如咧，咁佢曾經咧亦都咧就係寫過一個嘅回憶錄，就叫《香港50年憶往》啊。咁當時咧就喺當月月刊裏邊咧，當代月刊裏邊咧喺1993至1994年咧就記載過當時關於6·7暴動特別係一個嘅菠蘿戰嘅一啲嘅歷史嘅往事。咁啊，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左派就會發動喺香港裏面隨處就係放置呢啲嘅唔同嘅菠蘿咁樣啊，放啲土製炸彈。咁啊，當金堯如嗰陣時知道有件咁嘅事咧，咁佢就即係好質疑，喂，咁樣唔係辦法㗎喎。如果你咁樣係辦法咧，就傷及咗好多無辜嘅香港同胞啊！即係你要針對白皮豬、黃皮狗，即係當時嘅白人警官同埋即係本地嘅華人警察就叫做黃皮豬白皮狗就係嗰啲嘅白人嘅警官就叫白皮狗，咁或者你叫做白皮豬黃皮狗又得係嘛？咁即係都係一種極度侮辱將當時嘅執法人員咧就係妖魔化同埋污名化嘅一種嘅做法嚟。咁佢話咁樣傷及無辜唔掂當喎。咁但係咧就係喺當時開會嘅情況咧，咁有啲一啲嘅更加左嘅人咧就係喺度講話，喂，你咁唔係辦法㗎喎，你係害怕勝利㗎噃。嗱，我哋一定要將個鬥爭咧就係去擴大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就係放置啲唔同嘅菠蘿啊。正如頭先我喺之前所講，要達到3個嘅目的。第一就係要引動啟動激昂我哋更加多嘅人參與我哋對港英政府嘅抗爭同埋鬥爭。第二就係要鎮壓佢哋嘅港英嘅呢一個嘅統治。第三就係威嚇呢邊嘅右派，減滅佢哋嘅呢啲嘅氣焰咁樣，等佢唔好以為咧有港英政府啲黃皮豬白皮狗喺背後撐腰係嘛，等佢哋咧就係要驚要怕我哋。咁喺咁嘅情況裏邊咧，喂，我哋亦都唔為咗達到以上嘅3個目的咧，我哋係唔可以理咁多即係其他無辜嘅人嘅一種嘅感受唔可以理佢哋咧咁多嘅唔同階層嘅香港人裏邊嘅安全啦，因為佢哋咧喺對我哋嘅抗爭同埋鬥爭嚟講咧，喺一個嘅勝利為本即係目標達到即係為上，係嘛？要達到一個嘅目的，一定要必然要有所犧牲咁樣嘅情況。嗱，當時咧喺香港裏邊，係乜嘢嘅人指使呢啲咁嘅左仔嚟香港搞啲所有呢啲嘅抗爭運動咧？咁據我了解翻喺金堯如先生嘅回憶錄裏邊所講啦，咁當時喺中國裏邊就係林彪啦即係所謂嘅毛澤東之下嘅第2把交椅啦，同埋江青為首嘅4人幫領導嘅中央文革小組，咁佢哋嘅聯手咧就係呢一個嘅指示國務院中央民辦革命領導小組同埋外交部咧喺香港咧一定要組成一個嘅機關同埋一個嘅組織，就叫做香港反英抗暴鬥爭聯合會指揮部。咁就即係換句話講，就喺香港裏邊咧，就係執行中國共產黨委派佢俾佢哋喺文革期間裏邊咧反英反港英佢哋要做嘅一啲嘅委派同埋一啲嘅工作啦。咁主要咧就係進行一啲嘅反英嘅抗暴嘅呢種嘅鬥爭。哇！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基本上咧有紮嘅撚屌咧。講到粗口啲，有就係個友仔咧，就喺香港裏邊咧，就直接咧就係受呢一個中共嘅指揮，而喺香港裏邊咧就係搞就冇幫襯嘅。咁點解會搞到落嚟香港咧？咁你香港已經係切割咗俾一個英國殖民地啦，係嘛？咁當然，但係不久之前曾經喺呢一個澳門有一個嘅123嘅事件，就係發動澳門嘅左翼咧，就係然後咧就係搞到呢一個嘅葡萄牙嘅政府咧就係妥協同埋咧就係屈服，咁聽即係中共嘅一種嘅講法，就唔再將一啲喺潛在喺葡萄牙、澳門裏邊嘅中共嘅人士咧就遞解出境或者阻止佢哋所有嘅一切嘅呢一個嘅動作。
咁因為123事件裏邊咧，就係令到咧澳門裏邊嘅葡萄牙政府咧決定咧就係唔好大力去鎮壓，係屈服咗。咁所以當時嘅左派就會覺得我係咪應該都要喺香港裏邊搞類似嘅呢一個嘅事件而咧就係將呢啲嘅英國人咧就係逼佢哋屈服逼佢哋咧就係服從係嘛，同埋咧就係更加尊重我哋中國共產黨喺香港嘅一啲嘅權益同埋權利，甚至乎咧有啲人嘅妄想咧就係將呢個英國人咧就趕出呢一個嘅香港，而中國共產黨咧嘅鐵蹄咧可以踩落嚟佔領同埋一個統治呢一個嘅香港。咁當然就係有少少痴心妄想啦，係嘛？咁好彩即係當時嘅英國殖民地政府同埋葡萄牙喺澳門裏邊嘅葡澳政府就當然係兩個唔同嘅level 裏邊嘅政治嘅政府啦，係嘛？咁如果我哋香港好似葡萄牙咁樣，就能得你果汁橡皮糖啦，係嘛？咁所以即係當時嘅土共同埋中共咧有呢種咁嘅諗法，咁而且就希望將紅色咧就係喺香港嘅土地上面咧就係散佈啦。好啦，頭先我所講嘅金堯如喺個開會嘅過程裏邊，面對呢啲嘅共產黨話要用一個菠蘿戰去反英抗暴，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提出咗一個問題就係話搞出人命點算呢？但係調翻轉頭就俾人話佢不敢鬥爭，係嘛？唔想勝利即係投降派，唔係辦法。咁而反對佢嘅咧係乜嘢嘅人呢？咁就原來一個咧喺中國公安部咧派廣東省嘅公安廳派落嚟一個嘅共產黨嘅人物領導啊。咁當時佢就負責咧就係主管北角筲箕灣同埋灣仔地區嘅一個嘅共產黨嘅一個嘅黨員。咁對金堯如喺佢嘅回憶錄裏邊所講咧，當時咧佢就係派咗落嚟呢一個嘅香港裏邊嘅一個嘅華潤公司嘅總經理。咁呢條嘅友仔就係對金堯如所講嘅關於人道主義顧及生命同胞嘅呢一種嘅性命而反對佢哋咧就係做呢一種嘅亂隨便喺街裏邊放一啲嘅土製炸彈嘅暴行啦。咁當然就係嗤之以鼻啦。咁亦都咧就係對佢咧就係嘲弄之餘咧就係亦都咧就當佢絕對要打呢一個嘅小報告啊。咁打呢個小報告咧到最後咧就累到呢一個嘅金堯如咧就掟翻上去1968年嘅時候就掟翻上去大陸咧就接受勞改同埋思想改造。咁亦都將佢喺香港所有嘅職務就係撤職。咁直至到去之後咧，就係完咗一段嘅時間咧，再翻嚟《文匯報》咧，就係執掌總編輯嘅呢啲嘅職務嘅。咁真係陰公豬啦，係嘛？即係要抌翻落嚟呢一個嘅即係大陸裏邊咧，就係即係冇得佢搞。咁即係當然，即係佢提出嘅就係喂。鬥還鬥啊！咁你打港英政府，你針對英國政府，針對佢嘅軍人，針對佢警察，都 make sense 啊！咁但係冇理由要搞一啲香港同胞㗎。咁但係當然土共港共中共就完全就唔會理香港人嘅一啲嘅性命甚至無咧就當佢哋係豬係狗佢哋嘅死活當然就係唔係佢考慮之事啦。咁佢回憶翻呢，當時香港第一單嘅放土製菠蘿係乜嘢嘅一件嘅事件呢？咁樣原來就係1967年嘅6月10號喺北角發生嘅。當時啲土共咧就要試下點樣可以整到一個土製菠蘿，然後咧就可以去引爆嘅。咁當時佢嘅實驗係點樣咧？咁製造一個嘅炸彈咧，而跟住咧就喺北角英皇道嘅其中一個電車站裏邊咧，就擺低咗一個嘅土製菠蘿。咁而擺低咗一個土製菠蘿嘅時候咧，就係凌晨嘅2點鐘。咁1967年嘅6月10號凌晨2點鐘，咁而佢哋知道咧，第一班開出嚟嘅電車咧就會喺4點鐘咧就係經過呢一個嘅電車站。咁而當電車經過嘅時候咧，佢哋想咧就決定咧就去引爆呢一個土製菠蘿喺個電車上邊咧就係造成人命上面嘅呢一個嘅損傷。咁金堯如知道佢哋嘅呢一個嘅 plan 之後咧，咁佢就當然大家反對啦。佢話：喂，你哋知唔知道第一班嘅電車其實係乜嘢人會搭啊？第一班嘅電車全部都係工人階級喎，勞動階層喎，朝頭早起身，佢哋唔係去飲食喎，然後佢哋就去開工喎。附近大家如果即係知道筲箕灣北角嘅地形咧，就知道太古城嗰陣時都仲係太古船澳，即係船澳裏邊嘅工人附近嘅工廠煙廠
嘅工人嚟嘅噃，佢哋係勞共階層嚟嘅喎，佢哋喺碼頭工作嘅噃，係佢嘅工廠工作嘅喎，係全部都係翻工。我哋嗰啲嘅要解放嘅勞動階層嘅分子嚟嘅喎，你放個炸彈裏邊炸下佢，咁即係對勞動階層就進行呢一個嘅傷害，咁咪唔啱喎，值得要再研究喎。咁當然就係俾人哋就係嗤之以鼻同埋反對啦。咁但係有個好彩嘅地方就係咧，呢一單嘅炸彈嘅第一單嘅手中試爆咧，就係當佢哋擺咗個炸彈喺個電車軌嘅旁邊嘅時候咧，而當時咧唔知點解有個啱得咁巧飛機撞紙鷂，有個蘇迪亞什嘅清潔工咧就將呢一個炸彈就移除咗，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冇辦法咧就進行呢一個嘅試爆嘅。咁啊好彩嚇，即係如果唔係喺4點鐘之前有個蘇迪亞什將呢一個嘅炸彈拎走咗咧，否則俾佢哋咧咁嘢整咗一夜爆炸之後咧，咁電車上面咧就係第一班嘅電車裏邊趕住翻工開工嘅勞動階層咧，就死傷枕藉同埋死得人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當時嘅金魚就話：哇，有冇搞錯啊？應唔應該即係要咁樣去決定？咁但係好可惜，頭先所講喺廣東省公安廳派落嚟嘅領導咧，就話唔可以，唔需要再講啦。呢個已經係我哋嘅工委領導，即係當時嘅一個嘅新華社嘅領導佢哋嘅社長已經係一錘定音拍板決定要做噶啦。我哋唔需要再討論，你再係講咁多呢啲嘅投降主義唔敢勝令咩人道主義咁即係對我哋呢種嘅鬥爭呢，就係拖後腳絕對幫唔到手咁唔係辦法。咁所以呢，你就收聲收嘴以後我哋唔准再講，我哋決定要咁樣去做。咁而喺呢件嘅事件之後呢，呢啲嘅local 香港裏邊嘅鬥委會土共分子就四出就製造呢一個土製菠蘿。曾經呢，就係做到成8000個懷疑係土製菠蘿，放置喺全香港唔同嘅地方咁死傷好多人嘅。咁我一陣間就會講第一單嘅呢一個嘅案件，就係清華街兩姐弟咧就係俾炸彈炸死嘅一件嘅慘案。咁講呢件嘅案件之前，我哋先去片，等大家了解下北角清華街個地理狀況同埋我哋個偉哥都去過現場咧，俾大家睇睇個情況係點樣。先去片，轉頭即刻再翻嚟大院有落呢一個嘅香港反英抗暴土共反英抗暴嘅菠蘿戰。好，依家我嚟到當年發生爆炸案嘅現場咁呢邊旁邊咧係一棟學校嚟嘅。根據網上面嘅圖片咧，佢到依家咧都仲喺呢單嘢，都冇拆過嘅。事發當日咧，就有架私家車咧就停泊咗喺呢個掘頭巷呢個位置嘅。嗰兩個小朋友咧，就因為佢都係住喺呢條街嘅，佢好近嘅啫。其實根據當年嘅報道咧，佢係住喺前邊街嗰啲車房嗰啲位置嚟嘅。佢依家不過已經拆晒樓，起晒新嘅高樓大廈啦。佢係住地鋪嘅，仲要。佢哋就放咗學就喺呢條街嗰度玩。當時就個私家車就停泊咗喺呢度位置啦。跟住就嗰兩個小子弟就過咗嚟玩啦。跟住咧就見到個車頭附近就有個朱古力盒嘅物體啊。變咗咧，佢哋就走去好奇去搞佢啦。點知就發生爆炸。據聞當時爆炸咧都好大聲噶，係嘈到上去上面北角半山嗰邊都聽到嘅。連側邊呢啲玻璃咧都震碎晒噶啦。係。啲爆炸發生之後就
呢啲位置就應該滿目瘡痍啦，咁啊有啲碎片應該都可能咧有啲牆身咧都唔知係咪用啲碎片咧打咗落去，咁啊隔咗都幾廿年啦，咁啊應該咩痕跡都可能消失晒嘅。咁啊原來呢個掘頭巷啊可以行翻落去下邊嗰條街嘅。咁事發私家車就呢個位置啦。咁啊，發生爆炸案之後，就警察就封鎖晒現場啦，大為緊張啦。咁好啦，交翻俾鱷魚啊。好，翻嚟。咁啊，頭先講過呢一個嘅土共開始要搞一個嘅菠蘿戰啦。咁啊，多謝阿偉哥咧，就係帶我哋去睇翻清華街當年炸死一對小子弟嘅案發現場。咁啊，下一集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講即係點樣去整一個嘅土製菠蘿啊。咁呢啲嘅港共分子點樣去即係攞到呢啲嘅技術啊？喺邊度去製造呢啲嘅土製菠蘿啊、炸彈啊咁樣？咁啊，點樣去放置啊？咁我哋喺下一集咧，都會同大家都去分享下一方面嘅資料同埋歷史。咁我記得嗰陣時聽過咧，呢啲左仔咧，咁啊點樣去放菠蘿咧？咁啊揸住一架嘅車，咁呢架車咧就經過特別嘅改造嘅，個車底咧就係挖咗個窿嘅。咁啊開咗個窿咧，喺個窿上邊咧就冚咗膠布啊，或者係地氈啊咁樣嘅情況。咁而當架車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停定咗架車咧，就將嗰個鋪拎起開咗，揭起咗，然後將嗰個嘅土製炸彈咧就抌咗落個地底嗰度。咁當架車再開嘅時候咧，咁個就遺留咗一個嘅可疑物品咧，就喺個路面上邊啦。咁而呢啲嘅路經過嘅地方即係佢可能係喺定時會引爆啊，或者係定時嘅時間會爆炸。咁而咧或者係貪得意觸動咗佢trigger 咗個炸彈咧，亦都係有一個嘅爆炸咁嘅情況。咁啊都幾恐怖啊！咁同埋咧即係做嘅手法就係無所不用其極啊，同埋咧就係針對一啲嘅平民百姓，令到好多嘅無辜人咧就係受傷。就好似頭先阿偉哥去到呢一個嘅清華街嘅現場枉死嘅一對嘅年輕嘅小朋友嘅姐弟啦。去到1967年嘅12月嘅年間咧，其實喺香港裏邊有8074件嘅懷疑係爆炸品嘅可疑物品咧，就係被發現嘅。而當中裏邊咧，經過證實同埋炸彈專家證實同埋軍火隊證實嘅咧，就有1167枚係 confirm 咗係真嘅呢一個嘅炸彈。而喺整個六七暴動裏邊咧，有成51人嘅死亡，咁啊包括10個嘅警察、1名嘅消防員同埋1名嘅英軍嘅炸彈專家，咁啊包括咧就另外包括就39名無辜嘅人士無論係喺土共裏邊嘅壞分子啊，又或者喺香港裏邊嘅無辜平民咧，有成39人咧就係當中咧就係去死亡嘅。咁啊整個六七暴動裏邊咧就死咗成51人。咁啊，受傷嘅人咧就係去到830幾人咁多，咁啊可以可想而知啦。呢啲嘅土共去危害香港不遺餘力傷害香港嘅人嘅身家性命財產咧，就係完全咧就係唔會有任何嘅考慮同埋兼顧咁樣。總之就係嚟香港咧就以暴力就希望就係妄想就係可以將英國人咧就係趕走離開呢一個中國離開呢一個香港嘅呢片嘅土地。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當然唔係呢啲咁嘅不學無術、亂 Q 咁嚟冇顧呢一個嘅世界局勢嘅人，係可以咧就係將呢啲嘅英國人嘅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咧就係趕走啦。咁喺整個過程裏邊六七裏邊最令到人哋有轉折點即係憎恨呢紮嘅土共搞震嘅咧，咁莫過於喺1967年8月20號北角清華街土共放製嘅呢一個嘅土製菠蘿，令到一對小子弟喪命嘅呢件嘅事件啦。嗱，頭先如果你睇過阿偉哥帶大家去清華街案發現場去睇咧，咁其實係一條嘅掘頭巷嚟嘅，兩邊咧就係泊咗好多嘅汽車，咁平時就好安全嘅，因為條掘頭巷就好少車入去，咁所以啲小朋友喺嗰度就係正宗就係啲街坊就係玩耍天堂。
因為你可以喺嗰度玩啦，唔使擔心俾車親啦，咁而且嗰度嘅治安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咁嗰個地區咧就係喺蘇浙公學嘅下邊，咁亦都係附近咧就係有一間嘅天主教嘅叫做猶達嘅教堂，咁啊猶達學校嚇，即係當時亦都有一個辦學嘅天主教嘅學校。地方就優雅同埋寧靜嘅，咁其實就都係唔係好煩囂，咁喺嗰個地方裏邊生活咧，其實做咗安定啊，同埋好安詳啊，好 peaceful 嘅一個嘅環境。咁喺1967年嘅8月20號啦，咁一對嘅子弟啦，包括8歲嘅黃以文啦，同埋佢嘅弟弟2歲嘅呢一個嘅黃少勤咧，就喺屋企門口裏邊咧就係玩耍。咁當時咧，喺佢屋企門口冇幾遠咧，就泊咗一個法國嘅雪鐵龍嘅汽車。咁而呢一個嘅雪鐵龍嘅汽車旁邊咧，就係一個嘅朱古力嘅鐵罐。咁我諗2個小子弟即係覺得，咦？點解有個朱古力嘅鐵罐㗎？係咪有人跌低咗啊？咩嚟㗎？即係想去了解一下啦，或者係貪得意啦。咁啊，即係開嚟睇下，係咪真係有朱古力啦？咁樣。咁殊不知真係俾啲咁嘅土共咧就係陰咗。一打開個鐵罐咧，就係 trigger 咗個裏邊嘅炸彈咧就爆炸，咁啊，咣一聲喺一個寧靜同埋 peaceful 嘅小巷裏邊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嘅極度震撼嘅爆炸聲。咁當時一對姓黃嘅小子弟黃以文同埋黃少勤嘅爸爸咧，就一個叫做黃耀榮嘅五金手作仔嘅一個嘅老闆嚟嘅，咁啊。一家咧就係6口，咁啊除咗2公婆之外咧，就4個子女。咁啊，黃以文同埋黃少勤咧就係4個子女裏面嘅其中嘅2個。咁啊，黃耀榮咧，咁啊即係聽到咁嘅聲喎，同埋嚟有啲街坊，哇，衝晒落去睇下咩嘅事啦咁樣。咁啊，啱啱仔女就出咗去玩咁啊，即係擔心佢哋嘅安全。一出到去，咁啊見到咧2個小朋友咧就係喺血泊當中，一睇咧就悲從中來。逃聲大哭，因為知道咧2個小朋友咧應該咧喺個性命上面咧就係出現咗好大嘅一個嘅傷害。先講講個家姐咧，阿黃以文咧其實係傷得好沉重嘅。點解咧？因為佢個頭咧基本上咧就係爆到同個頸咧就係差啲甩咁滯，而整體成塊面咧就已經係分到一個嘅黑晒。佢一隻手咧就已經係炸斷咗，咁同埋個手掌上面嗰啲手指咧就係亦都咧係甩咗，爆到甩晒。咁啊，與此同時咧，即係個頭爆到即係擸住條頸咁樣，亦都腦漿啊、腸臟啊、肝啊、胃啊，咁亦都係爆到咧就係 spill 開到去一地。咁啊，即係整體係一睇而知咧，就已經係冇一個任何嘅生命嘅呢一個跡象。咁啊，血流嘅就係滿地。咁而佢弟弟2歲嘅黃少勤咧，咁啊亦都因為俾炸彈裏邊嘅一啲嘅碎片咧，就係飛濺出嚟嘅時候，就係集中射中個頭顱。咁啊，亦都俾碎片咧就係擊中頭顱咧，就亦都血流披面咧，就係攤倒咗喺個地面上邊。咁啊，當然醫務人員同埋差人嚟到嘅時候咧，亦都證實咗2名嘅小朋友咧就係死亡。咁佢哋個地方就係一個清華街嘅20號嘅呢一個嘅地下。案發嘅時期咧就係當日嘅8月20號嘅下午嘅4點半。咁啊，側邊嘅一個嘅雪鐵龍嘅車就當然個擋風玻璃就震到一個嘅稀巴爛啦。咁而頭先我所講嘅呢一個嘅猶達學校裏邊嘅窗戶啊，咁2-3層高嗰啲嘅玻璃亦都係全部咧就係震到碎裂啦，同埋爆到碎晒。更恐怖嘅地方就係黃以文嗰啲嘅內臟淺咗地之餘咧，咁而佢嘅肝同埋佢嘅腸咧，亦都係射咗上去猶達學校裏邊嘅窗框裏邊咧，就係掛咗喺度。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嗰個情況就係好慘烈啦。咁而喺架汽車旁邊咧，亦都係揾到黃以華嘅黃以文嘅飛脱咗落嚟嘅一對嘅小拖鞋同埋幾隻嘅小手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爸爸媽媽就好哀傷啦。咁而當時嘅
媒體亦都係鋪天蓋地咁樣去孖叉土共嘅一種嘅行為，因為當時已經係有好多嘅所謂同胞勿近嘅炸彈咧，就放喺香港嘅唔同一啲嘅角落裏邊。咁而當呢啲嘅炸彈炸爆炸傷咗人嘅時候咧，呢啲土共咧就係喺文匯報啊、文匪報啊、太公報啲地方裏邊咧就係出文章，有咩炸得好啊、炸得妙啊、炸得漂亮啊、將啲白皮豬、黃皮狗啊炸到上呢一個嘅黃泉之路啊，如此類推，咁樣樣得意。咁而家出現咗一單嘅濫殺無辜，將一對8歲同埋2歲嘅小子弟嘅性命奪走，呢啲土共係咪仲係炸得好、炸得妙同埋炸得漂亮咧？咁樣，咁當然即係好多嘅唔同嘅報紙嘅社評咧，就係公開譴責佢哋。咁而喺8月23號明報嘅呢個社評咧，就係話兒童無罪，抗暴有理，即係換句話講咧，希望港英政府咧就出動武力去將呢紮咁嘅恐怖分子、呢紮草菅人命、無差別襲擊香港市民嘅壞分子咧，繩之於法，抗暴有理。咁而當時嘅立法局嘅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咧，我唔知佢嗰陣時封咗未爵士未啦。咁我就係記得當時簡悅強咧就唔係叫先生嘅，就叫簡悅強爵士嘅。簡悅強咧亦都係話咧，捉到呢啲嘅土共咧，一定要判處呢個極刑呢一個嘅死刑，壓到懷身，冇辦法即係阻止到呢紮人咧對香港市民嘅性命同埋身家性命財產嘅呢一個嘅侵害嘅。咁除咗喺呢一個嘅清華街20號放炸彈啦，咁而佢哋亦都係曾經咧喺香港嘅維多利亞公園嘅兒童游泳池旁邊咧，亦都係放過炸彈。咁亦都喺呢一個嘅松樹街嘅梯間嘅兒童遊戲嘅地方裏邊咧，亦都係放過呢一個嘅炸彈。咁正宗你有你孖叉佢又亦都咧就係睬你嘅四婆。咁喺呢件嘅事件之後咧，竟然全港即係喺並無有任何嘅一個嘅收斂即係喺一個嘅8月20號之後當日全個香港裏邊咧，亦都有全港有40幾笪嘅地方裏邊咧，就發現過呢一個嘅炸彈。即係你有你孖叉佢有佢繼續咧就係嘴藐藐然後咧就繼續咧就係放炸彈。咁無論你社評點樣去孖叉佢譴責佢要警察去出動武力要將佢哋去鎮壓啦，阻止佢哋去放炸彈咧，佢哋完全冇後悔，亦都冇視香港人嘅人命咧就係作為一個嘅要重視同埋慎重要處理嘅課題總之就亂咁放即係炸死你嘅香港人達到你哋全個香港都震驚知道佢係土共嘅呢一個嘅手段以恐怖去威脅你哋即係要恐怖逼你哋呢一個嘅屈服，以恐怖嘅手法、暴力嘅手法搞出人命嘅方法，要港英咧就係疲於奔命要炸死香港嘅唔同嘅人。咁呢種嘅行為當然令到好多嘅香港嘅無辜百姓就算同情佢哋又好明白佢哋抗爭嘅道理都好，開始對佢哋嗤之以鼻，同埋不屑咧就同埋佢哋咧就係同流合污覺得佢哋真係壞分子，殘害民間人間嘅一啲嘅癌細胞真係值得以呢一個嘅剷除。咁兩個小朋友咧就喺8月26號即係案發之後嘅3日咧就係出殯啦。咁當時咧就喺呢一個嘅香港殯儀館裏邊咧就係舉行呢一個嘅儀式嘅。全香港嘅人都為呢兩個無辜慘死嘅小姐弟咧就係送上無限嘅同情。咁而當時嘅蕭明啦，即係香港殯儀館嘅老闆啦，咁亦都咧就係包晒捐助所有嘅一啲嘅殮葬費。當時喺筲箕灣嘅一名嘅神父 Anthony Formanti 咁英文中文就叫做科明志神父咧。科明志神父咧亦都同香港嘅天主教墳場咧，即係我哋喺跑馬地嗰個墳場裏邊咧，就係拗咗一塊嘅市值3000蚊嘅墓地咧，就等兩位小朋友咧就可以安息喺天主教墳場裏邊嘅墓地裏邊。咁我唔知佢哋屋企人係咪天主教嘅教徒啦。咁神父就幫佢哋咧就攞到一塊永久嘅一個嘅墓地。咁換句話講如果大家今日去跑馬地香港天主教墳場咧，咁你都可以揾到當時8歲嘅黃以文同埋2歲嘅黃兆勤佢哋嘅墓地咧喺天主教墳場裏邊。東華三院咧亦都咧就係義助就係捐咗2副嘅靈柩棺木同埋一啲嘅壽衣俾兩個嘅小朋友。當時警察唔同區域嘅街坊福利會嘅首長學校嘅代表甚至無政府嘅代表咧就係華人嘅
布政司啊，當時華文嘅政務司啊徐鑑啊，即係就嚟做代表嚇，即係出席嘅。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咧，喺個輿論上邊咧，即係民間啦同埋官方啊，對呢一對小姐弟嘅死咧，就係即係非常之哀悼啦，亦都係啊對死者嘅家長啊、屋企人咧，就致以最深刻嘅慰問。咁當然對呢啲草菅人命嘅土共嚟講，就係一天同一地之間嘅difference 同埋一個嘅唔同嘅對比啊。一邊就係你話自己係同胞話要解放你香港嘅土共啊、中共嘅分子，但係咧就係殘殺你哋嘅香港人嘅性命。另一邊就係港英殖民地，你哋所講嘅黃皮豬白皮狗係嘛？即係佢哋就係好珍惜憐憫亦都係哀痛兩位香港人嘅小姐弟嘅離世咁樣，咁形成一個好鮮明同埋一個嘅強烈嘅對比。當時小姐弟嘅爸爸咧黃耀榮咧就係收到當時政府俾佢哋一啲嘅捐助，有22,000蚊對佢哋一啲嘅接濟同埋幫助嘅。咁喺即係今次嘅事件裏邊，鬥委會係絕對冇任何嘅sorry 啦唔好嘅道歉啦，任何嘅嘢都冇發表過，甚至冇去到一個嘅1997年之後當時攞到大紫荊勳章係嘛？即係香港而家嘅鬥委會，即係而家係工聯會啦，依紮嘅土共咧，亦都冇為死難者咧就係say 過一聲 sorry 或者係表達呢一個嘅歉意，或者係作一啲嘅賠償亦都冇嘅，即係正中關人咩事4個大字。咁你可以想像得到呢紮嘅友仔嗰種無良冇決性係嘛？同埋咧就係罔顧人命、草菅人命呢種嘅做法咧，就係無論喺乜嘢嘅時間都好，佢哋都係垃圾。佢都係渣滓，佢都係人類嘅癌細胞。佢哋當佢哋所做嘅一啲嘅暴行搞出人命，係完全冇一絲嘅懺悔同埋歉疚彷彿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咁所以由呢一紮人喺香港裏邊揸莊入侵我哋香港嘅唔同嘅領域，甚至無工聯會而家都係即係鬥委會嘅前身係嘛，都係入咗我哋嘅呢一個嘅立法會。咁你可以想象呢一紮嘅人係乜嘢嘅質地幾涼薄，同埋幾冇呢一個嘅血性。咁到最後啦，黃耀榮咧即係佢哋嘅爸爸咧，都選擇咗去一個嘅舊深山咧，有一個嘅五金工廠咧，就係做一個工人，咁就舉家咧就離開咗香港呢個傷心地，就去咗美國咁就已經告別咗呢一個嘅香港呢笪嘅地方。咁至於佢哋黃氏家庭係嘛，即係而家個情況係點咁我就冇任何嘅一個嘅資料咁樣。但願佢哋即係早日走出傷痛啦。咁而且即係僅餘嘅幸存者，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平息佢哋嘅哀傷。咁喺新天新地嘅地方裏邊咧，就係繼續咧就係過日子，同埋過一個好嘅呢一個嘅生活。咁但係當然一對喺清華街慘死嘅無辜嘅小朋友，咁我哋當然要值得繼續去懷念佢哋啦。亦都即係喺呢件嘅慘案裏邊，令希望香港嘅下一代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同埋所有嘅土共嘅成員係一班罔顧生命、濫殺無辜、唔尊重人民、唔尊重財產唔尊重性命嘅一啲嘅衣冠禽獸嘅敗類、垃圾、人間渣滓。咁當然大家都可能會話：喂，老何，哇，你成日都鬧共產黨，你驚唔驚啊？咁樣咁就冇得驚啦，因為曾經亦都有啲嘅先烈。即係亦都孖叉共產黨搞到咧，就係搞出人命。咁就係當然商台商業電台裏邊嘅一位嘅年輕嘅廣播員，37歲嘅林彬先生。咁佢亦都對共產黨大肆鞭撻係嘛，即係喺佢嘅節目裏邊咧，孖叉啲共產黨孖叉啲左仔孖叉啲港共即係不遺餘力。咁特別係依件喺清華街發生過嘅炸彈案，累死咗2件無辜嘅小朋友。更加咧就係令到林彬先生咧就係大動干戈，更加就去譴責呢就係土共嘅壞分子，咁而令到佢咧有一個嘅殺身之禍。咁喺下集裏邊我哋呢一個嘅港共反英抗暴菠蘿戰嘅第2輯，我就會同大家講講林彬兄弟當時點樣係鬧共產黨、鬧啲左仔，而搞到咧就係招致殺身之禍。咁下一集亦都同大家講講呢啲嘅菠蘿究竟佢哋當時點樣去製造啦？邊度去受訓練啦？呢啲原材料喺邊啦？咁而當時嘅香港嘅拆彈隊又點樣去應對呢種嘅令佢哋疲於奔命、通街即係有大大細細、真真假假嘅呢種嘅菠蘿？咁密切留意
好快第二集大院有落港共反英抗暴菠蘿戰嘅第二集，好快就同大家分享。好，今日係咁多，祝大家平安，拜拜。